嗰個女人啊，唔使旨意分到我身家，法庭見啦。雖然啲錢係個衰佬揾翻嚟嘅，但我都為頭家撲心撲命嘛，大家應該公平分啦。本席宣判，男方陳大文獲得80% 資產，包括名下所有物業、車、存款等，而女方方小娟獲得咖啡豆嘅撫養權。你有冇搞錯啊？咁多年嚟，冇功都有勞啊！10年嚟，我全職帶你屋企，結果淨係分到隻貓。唉，但係你之前有冇簽過婚前協議㗎？冇啦，咁唔浪漫。以前愛就愛噶啦，點會諗唔到嘢噶？而且婚前協議喺香港未必有法律效力噶喎，個官未必睇。其實財產分配未必係你想象中咁公平，但係如果有婚前協議咧，個官都可能會攞嚟做參考嘅。例如，就算你係一個全職嘅家庭主婦，冇收入，但係對家庭有貢獻，協議都可以列明應該獲得幾多嘅財產。如果其中一方婚後投資失敗，產生債務，婚前協議咧係可以規定對方係無需要負責任嘅。如果其中一方嘅收入較高，協議亦都可以規定，萬一離婚，需要提供合理嘅贍養費，確保對方唔會突然間冇咗保障。最重要嘅係避免遺產落入意想不到嘅人手裏面，例如再婚之後咧，遺產就會自動歸於新配偶。婚前協議咧就可以保障你想照顧嘅人啦。Follow 我哋，了解點樣可以保障自己嘅權益啦。